当那时，省长嘉南地区家己这边也是真热力，全关电话条等900支，有400多支爱修理，也有伫乡有民众因为厝顶翘起来，这几天呢是伫厝内大宝棚内住，也翻落向厝机转去，起也是落了，损失是40档来上个惨重。寒风吹动的电火条倒伫气氛，伫家己热地乡沿路拢能看到这种情形。官方统计，这摆风台摧毁全关900支电火条啊，台电抢修到拜五，还有400支还个修理。停电真济日，互当地气氛无法度运转，就惊鱼啊死了。有人发声，爱政府斗相共清分厝遐才会在后的废弃物。发生就发生啊！你这火手紧赶处理掉。我知，啊，这我报讨论。啊，对吼。厝倒咧，喷了几当个歹，你嘛是爱加减啊，甲处理一下。厝顶半现全迄状况，四个拢是有地方一对老翁某，规间厝顶被吹走，艰难伫厝内大宝棚困。厝顶拢飞走去啊，规个拢拆了。就是你内底走房只困安尼啦。好。啊，无要再困。另外，环路乡是真侪农民要靠无目屎。路边了。规涂骹拢是被开的渠啊，规只横四个拢是当土西外的树花。农民反弹这是40年来上惨的一摆，农会有个环路乡渠啊，农损7成以上。那台风之后，这2天又非常大的这个豪大雨啊，所以接二连三的摧残。农会协助农友完成在损申报，也透过补价收购等方式来协助，其他县市的民众也来到3港受灾户。主权团体发起清扫受灾居民家园后园的活动，校务已经报名187人，也有未少人家己开车来。从那个台南新营过来的，像嘉义、台南那边都还蛮严重的，对，所以就是想说能够刚好有时间呐。志康为高雄、台南、台中等地来，真侪人拢是休困日来到3港，要替在府中间进一份心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